为了让岛际长者在过年时嘛会当吃到团圆年菜，景社银行连续4档响应爱老人爱团圆年菜募集。活动邀请书法老师在银行大厅写春联义卖，持续3档以来，义卖所得已经突破20多万。真侪银行的客户看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更是每档拢来买春联做公益。我每一年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讲吼，我甲你讲的迄句话，有舍就有得啦，吼，拢无形啊。会感觉来遮吼，我若来这吼，这春联写来等于咱大感觉一年就种足平安顺遂，咱唔莫讲足好个啦，就咱感觉心想事成啊，如意过新年啊，就对啦，你知道？我感觉真正好，真好。景社银行热心社会公益，连续4档响应基金会活动，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让更多有爱心的人做伙来关心咱的长辈。连续第4年与华山基金会共同举办春联义卖活动。虽然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但是我们的爱心不中断。那将善款用来关怀独居老人，我们会继续秉持着专业的服务、在地的感动，来将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。感谢金城银行连续第4年支持独居长辈的年菜，每一年的春联义卖活动都引起民众很大的回响。那今年呢，就是大台南地区要发出2600份的年菜，目前还缺3成。那希望民众呢也能够共同一起响应这个爱心活动。华山爱老人爱团圆年菜募集活动，在大台南地区有计爱募得2500份年菜，但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年菜募集状况无好，目前阁欠4成左右。基金会欢迎有爱心的民众，会当拨卡爱心专线0625230008，帮助长辈在过年时袂阁孤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